哦，王玉琴王长官丽，长官丽。长官的丽云，你以为王玉清先生？哦，对了，那以前立委王玉清先生啊。哦，歹找就对了，我无道理，歹找。是。好，以后胜跑。举办途经状元评鉴会考。谢谢你啦，建新都来帮忙来关心，谢谢陈建新，感恩。